阮其是毋是真友好？因为我就是咧开减塑鸡蛋嘛。你先讲对啊，安尼。你是关心对啊？老师，你讲，你讲，没有啊，就是吼，开减塑鸡蛋啊，又爱散粉嘛吼。哎，有一件哦，我突然间手种夹袂起来呢。哇！然后伊有敲电话回来，伊讲啊妈妈你起床啥？我讲。我今天唔知先，我手压袂起来呢，压袂起来拢袂动啊。无偌久，差不多2个多小时哦，伊就出现伫阮兜啊呢。他伊当下，伊就是拢无摕行李也无啥，伊就坐客运车去坐高铁，所以伊甲我，伊个帮我洗身躯，帮我洗头。哦，那阵子就是感觉生祖囝是足好的代志。出牌下下叫，请开始。豆豆来，哎，进开啊！加油！有啊啦，但是这个你更悬呢。豆豆来，